今仔日双十节出世的红婴仔，以往拢是规年生育率的指标。妇产科指出，今年双十节的囡仔有可能会比旧年佫较侪。不过，根据内政部的统计，今年龙年1月至9月出世的红婴仔有97700多人，并无比旧年较侪。 太太顺利自然产，由因翁婿亲身登台。双十国庆这天，半暝啊3:08分，林先生甲林太太欢喜迎接因的第三胎。这个红婴仔毋但是双十国庆出世的，嘛是爸母期待真久的祖囝。因为前面2胎都是儿子，对，然后想要生女儿，然后这一胎是女儿，然后就很开心。没有想过他会就是在双十国庆出生，对，就是蛮开心的。 家己囡仔嘛想要爱一个查某囝，两个人计划生产真顺利，这嘛互接生的医师、台北市联医的副总院长林丹立感觉真欢喜。而且双十节这天，台北市联医妇幼病院也有3个产妇等咧台产。今年我们的联医的国庆宝宝至少比去年是持平，那也有可能会比去年还多。 林丹立指出，今年双十国庆出世的红婴仔可能会比旧年较侪，应该是甲福利政策有牵连。也若是以内政部上新的统计数字来看，今年1月到9月出世的红婴仔，计共是有97733人，不过是头一回无出现龙年效应。目前在产检的有非常的多，都是透过 这个人工协助生殖，就是做试管婴儿的，预产期大概都，我现在目前看到的大概都是在11、12月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必过度悲观了哈。看起来就是在年底的时候，还是会有一小波的这个婴儿潮。少简化造成大间病院双十国庆出世的红婴仔，干得剩个位数已经真四常。林丹立认为讲，若是要鼓励无想要生囝的人生头一胎，不如去鼓励已经生过、加生几个啊，用增加福利的方式来提升生育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